感谢吴欣为咱做遮尔详细说明。咱的镜头即马换来看，宜兰南方澳大桥伫咧2019年放弃致死6个外籍移工死亡，检方有起诉6个人，包括着苏澳港营运处的2个官员，也有大桥的承包商等等。下晡，宜兰地院伫咧一审宣判4个营造甲监造人员犯过失致死罪。监判1年6个月，也有2年的徒刑。因为2个港务公司的人员是判无罪，也可会当上诉。南澳大桥伫2019年10月放弃，致死6个外籍移工罹难。检方侦查了后，认定厂商无照度来施工，监造单位无确实监督。管理机关台湾港务公司、苏澳港营运处伫咧检测甲管理医护有疏失，以过失致死等罪嫌，甲苏澳港营运处2个官员起诉，也有承包这条桥、协力、甲监造厂商等6个人，差别下晡会宣判。袂少沙石仔车真正通过葫芦岛大桥，这条桥是往回宜兰宜山甲三星的桥，车流量真大。不过因为同行的车使用率悬，经过宜兰县府的检测，虽然袂影响通行安全，不过限速的范围大，所以启动修理。民众嘛感觉赛车过桥的时阵会心。就是缝隙会比较大一点，感觉上车子过会那个抖动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。可是应该是可以的，这个应该是新桥，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样子。为了避免搁发生南澳大桥放弃的事件，县政府管理的238条桥，每2年就会检测一届。今年包括葫芦岛大桥等30条桥，符合1年来爱修理的标准。我们今年检测的结果，那我们有发现有30座的桥梁需要维修哈，那我们现在目前都在维修当中。因为4月初3的地动，桥的安全问题，佫一个引起重视。只要桥伫进度超过4级的所在，都要重新检测。宜兰县总有195条桥符合这个标准，部分的桥检测了后，发现有受损的情形，县府讲拢已经修复完成，请民众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